来关心国际消息，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外起稿，美国国防部长今仔日发表演说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。因为中国无爱甲美国会谈，和美中的关系变搁较紧张。中国嘛要求美国莫插手台海的问题，双方才有可能对话。We are determine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.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会，初三当头时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表演说，除了佮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，也会继续维持强大的核阻力。因为中国进前拒绝甲美国伫场边进行对话，奥斯汀伫初二暗暝主动向中国防长李尚福哀求敌意，双方都坐伫对面，也过无其他交流。奥斯汀也呼吁中国应该爱甲美国进行军事对话。And a cordial handshake over dinner is no substitute for a substantive engagement. And the more that we talk, the more we can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calcul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crisis or conflict. 奥斯汀表明挺台湾的立场。那中国伫奥斯汀演讲了后，军事高层回应表示，美国应该停止围堵中国，特别是唔通介入中国对台湾的内政，然后中国就会愿意进行对谈。这个问题都非常敏感，是吧？美国他要破坏，他要推动这个事态呢，不断的在变。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要从中渔利。美中关系因为台湾甲南海议题情势紧张，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演讲的时指出，美中应该加强交流甲建设互暖，以支持美国总统拜登重新试着甲中国开启沟通之路，因为欠沟通，恐惊互裁撤变作无法度挽回行动。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breakdown, whether in the Taiwan Strait or elsewhere, w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he big powers or the site of their conflict. They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the world. 面对中国挑战，菲律宾、英国甲加拿大国防官员也伫亚洲安全会议上表示，合作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来讲是非常重要，包括甲地区外的国家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